是永恒，是短暂，是鲜活，是孤魂，完全是在于你的手中。各位贤士，你若失去了人生，像我这样，再后悔也来不及了。他有批文言文的序，又讲很多白话序，句句感人啊，当场的人都哭了。为什么？想一想，人家是将军，那是大仙，结果呢，还苦苦哀求呢，苦苦哀求。他讲说，他当然啦，感动大家，他有功德，他可能比较有机会就他要使出人生结束，所以看起来是很令人感动。他这里讲到，一切的希望在你手中，啊，所以说不要失去了人生，啊，再来怨叹，啊，在马上就请示了那些我们人人道坛了，在现场就说了，子龙与众有因缘，方到中心之中心佛坛啊，来写话，一介将军弃天仙，一心得此罗言，逐渐天道之珍贵，尔等且还坐等闲，就是说没有感觉啊，祷告麻烦你们好像没有感觉啊。不知子龙表诚意啊，跪在平山30天，哎呦，你说成刚啊，或者这辈子跪最多在什么时候？在民国86年的这个在皇室佛堂跪半天，老师临场跪半天最多而已，要跪13。